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5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对异邦人传达我的信息，指责因，着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异邦人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伸手攻击你，互你拍远荒废。我要互你的城镇拍远，互你的土地变做荒埔，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你对古早就怨恨以色列，因为罪恶贯满受刑罚的时，你甲因放互人屠杀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，我要互你拄着流血的报应。血一定会坠入你。你既然无怨恨杀人流血，流人血的罪一定甲你填一世人。我要互西尼山拍远荒废，无要互人搁对遐经过。我要互以东所有的山变满新尸，互倒刣死的人倒伫你的山峦仔、山谷甲溪沟。我要互你永远荒废，无阁有人住伫你的城镇，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。你捌讲，犹大甲以色列这两国甲因的土地拢是我的，要做我的产业。其实上主还伫遐，所以至悬的上主举家己的活命立誓。你安怎受气，怨妒我的子民，我嘛要照安尼对待你。我审判你的时，要互因捌我。迄时你就知，我上主有听见你侮辱以色列众山的话，讲这个山已经荒废，要互阮吞灭。你自搁开口无站在攻击我的话，我拢有听见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一定要互你荒废。迄时全地要欢喜快乐。你伫以色列人的地拍远的时欢喜，我嘛要照你的所做对待你。西尼山甲以东全国拢要拍远荒废，人就知我是上主。